然大家都知道手机整日揣在亿万人的口袋之中已经普及，但是大多数的百姓还是不知道手机号码蕴藏着丰富的内容，有着许多可以解读的秘密。其实，手机号码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一个好的号码可以给拥有者带来吉利的运气和财气。曾经有些人为了博个好彩头，图个吉利，甚至花上几十万元买一个好的手机号碼。這種事情聽起來似乎有點瘋狂，但確實曾經存在過。那麼手機號碼中究竟蘊藏着什麼樣的秘密呢？傳統上面咧，我哋個電話號碼咧一般有8個數字，頭嗰4個數字咧係代表咗個家庭，後邊嗰4個數字咧就代表咗工作或者係事業啦。而第5個字咧，其實就代表咗自己。咁喺個選擇嘅數目字嘅過程裏面咧，由0去到9咧，呢10個數字裏面咧，有部分咧係屬於好嘅，有部分係屬於唔好嘅。0、2、5、7咧，呢4個數字咧都係帶有咧一個不利我哋本身嘅運氣嘅，因為0咧一般嚟講咧代表咗咧得個吉啊。2咧就係做嘢唔暢順，拖拖拉拉。5咧就係病符，不利於身體健康。7咧就係帶有破壞性，代表咗血光。嗱，咁另外有啲數字咧比較上理想一啲嘅，咁譬如1咧就係代表咗工作啊、事業啊。3咧就代表咗講説話啦、口才啦，或者個工作嘅性質咧帶有些少咧係對外嘅性質啦。4咧就係文昌，一般咧代表咗讀書啊、事業啊、功名。至於6咧係剛強、健康同埋個信心。8咧就係大家都想要㗎啦，就係帶有一點財運啊，同埋個富庶嘅性質。9咧就係開心、喜慶、熱鬧。嗱，所以當我哋選擇電話號碼嘅時候咧，最理想個電話嘅 number 嘅組合咧就係1、3、4、6、8、9呢幾個組合。咁啊，至於喺第5嘅數目字裏面咧，我哋最好選擇咧係8或者9，因為一般人咧都係比較上喜歡咧財富同埋開心喜慶。原來一個好的手機號碼並不一定適合所有的人，大家可以通過出生日期來選擇一個專屬於自己的手機號碼。嗱，譬如假如間我哋係春天出生嘅朋友咧，就一般咧係春天屬木，咁所以如果我哋揀嘅 number 咧偏向咧係1、3、4咧或者8咧，呢幾個數字咧會特別好嘅。咁至於夏天出生嘅朋友咧，就命格本身咧帶有些少火嘅性質，咁所以我哋就最好咧係3、4、8、9呢一類嘅數字咧，又會更加合適一啲啦。咁至於秋天出生嘅朋友又點咧？咁嗱，秋天喺五行上面咧係屬金，咁所以咧係1、6、8、9咧呢一類嘅數字咧，亦都係相當唔錯嘅。咁啊，到冬天啦，冬天咧喺五行上面屬水，咁所以咧一般咧我哋就話最好嘅數字咧都係偏向咧係1、3、8或者9。但其實喺唔同嘅命格咧就可以配唔同嘅數字。手機號碼使用的是阿拉伯數字，而阿拉伯數字本身就蘊含着豐富的意義和幾千年時空的願力能量。這種神奇的含義就如同每個人的姓名一樣，每個手機號碼都代表着使用者的屬性。如果有位朋友揀咗個 number 咧偏向譬如2255咁講，咁咧可能咧佢會比較上偏重咧係醫護人員咧，或者佢個工作經常同病人有接觸嘅咧，佢用呢一組嘅 number 就會啱一啲。咁但係有啲朋友可能揀咗啲 number 咧係譬如7777咁樣，咁啊變咗咧個人嘅性格就帶有剛強進取嘅性質。咁如果我哋同佢係合作去做生意啊，或者係交往咧，咁我哋有陣時咧又要稍為咧要注意一點啦。咁啊，有啲朋友可能佢又揀咗係8899，一般呢一類嘅 number 咧都係帶有開心喜慶熱鬧嘅性質，啊係旺丁旺財嘅 number。咁所以喺選擇嘅 number 嘅過程裏面咧，多多少少又反映到嗰個人嘅內心嘅世界。在大千世界有太多的問題是我們用科學無法解釋的，有些事情更是寧可信其有。
只要对我们大家有利，能使我们快乐的，那又何乐而不为呢？香港卫视记者周旭娟报道。